美国的私人航太公司 NASA 起源14早起发射火箭送6位星客上太空，这6位星客真特别，全部拢是女性，是这62年来头一届。这6位女性是拢来自不同的领域，上界出名的就是流行歌手 Katy Perry， 伊是头一位上太空的歌手。这座太空的航程是甲星客载去大气站甲太空的交界，星客会当体验到失去动力的感觉。后续也是利用降落伞来辅助返来地球，预计规座旅程是10分钟左右。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的离婚妻罗伦·桑切斯甲流行乐歌手凯蒂·佩瑞、电视新闻记者盖尔金、电影制片克利安·弗林、科学家兼民权运动人士阿曼达·阮、将 NASA 火箭科学家艾莎·鲍伊这6个真出名的女性，特别在 NASA 起源所属的新谢泼德太空飞行器进行一座全女性的太空旅程。新谢泼德3月1号火箭，预定伫美东时间14早起9点半。为西德州的基地发射升空，来到离地表100公里至109公里远的太空分界的卡门线，或者旅客伫挖进太空去体验几分钟适当的状态，甲外用降落伞辅助降落的方式返来地球。估计这段旅程差不多10至11分。这6个女性太空乘客长期伫天顶的时间虽然无偌久，不过是62年来人类的太空旅行史头一批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队伍。顶一届全部由女性担任的太空任务是1963年，苏联以东风6号飞行器送女太空人泰瑞斯科娃上太空。迄个时阵，伊家己伫外太空点3天，射地球48年，飞行了后变做国家的女英雄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